標標冷知識 Watch Here， 兒子們都將朗格搞得有聲有色。喺1900年巴黎世博會上，朗格嘅世紀陀飛輪震撼全球，各國皇室同權貴都爭相訂購。1902年，朗格製成集合大小自鳴、飄渺功能、月上萬年曆嘅頂級複雜懷錶。呢個時候嘅朗格已經站上高級製錶嘅世界舞台。好景不常，第二次世界大戰改變咗朗格嘅命運軌跡。1945年5月8號，二戰歐洲戰線嘅最後一日，一場空襲直接將朗格工廠炸成廢墟。戰後，東德政府將所有製錶廠收歸國有，並入格拉蘇蒂手錶廠國營企業。自此，朗格呢個名就喺錶盤上徹底消失咗整整40年。家族嘅第4代傳人瓦爾特·朗格被逼逃往西德，但佢始終懷抱着振興家業嘅夢想。1989年11月，柏林牆倒塌，漫長嘅等待終於迎來曙光。呢一刻佢已經66歲，但仍然決定由零開始帶朗格重回世人視線。同佢並肩作戰嘅係製錶界關鍵人物布呂萊恩。佢哋冇工廠、冇設備、冇團隊，唯一有嘅係對德國製錶嘅信念。下集講講佢哋係點樣令朗格鹹魚翻身。